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这个新北市泰山一个43岁大货车的司机下晡驶到大科路要来转弯，结果不明的原因，并且去弄路边的护栏。透过画面，会当看到大货车的车身失控，往道边并过，弄到护栏了后才停落来。车顶所在的沙石滴落来，瞬间是土沙粉赢飞。对向的驾驶嘛差一点互弄到，加在赶紧打挡有起来。大货车司机的手小可去切着伤，嘛是加在无真要紧。这个拖吊车随甲大货车来吊走，无影响到车流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